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先，嗯，哦，OK，那我们就开始念诵祈请文了。那么当公布奖杯样了，恰切路，看给罗着对你对的人大南大热些为，今年这个继续谁去你给多个来帮进。看到西边正上马的面头东野开始为。着作观了普济大自养老出去养点松，周大切着年木年龙来给家着这在近。马的没些东野牛股今年就在这地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村原点绿洲也是托育过。就你现在大陆民事江北养老队，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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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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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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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天看着为谁去大陆的木门把那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落着宝贝那我这都是。这里讲这录针俺不来了吧？第5课是不是？我们第4课上个礼拜上完了，今天上到5课，录针俺不了，录针俺不，录针俺不，录针俺不，培育、养色、养色、眼睛、眼睛。起路，眼呢，培育，养色，眼睛，起路，眼呢。然后是直接念的话，培育养色眼睛起路眼呢。培育是藏文嘛，是不是？养色是元音跟辅音，是吧？眼睛就是认知，起路就是方式嘛，做这个认知的方式。眼就是正视嘛，是不是？正视后置说主要的。那我这边翻了正式，你们这个中文是这样顺不顺吗？看一下这个，我如果是正式认知藏文的元音跟辅音，是吗？这也是那就翻成主要呢？主要认知藏文的元音跟辅音。就是藏文是有跟撇吧，其实是有当撇吧，就是主要跟次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分类。还有也说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什么什么不会这么说吗？
你们的开会或者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开会，这个正式会用这个吗？所以像现在这里也可以说叫正式教这个开始讲文法的部分了，就是因为开始进入了文法的，前面都没有啊，前面都是引音，对呀、所以讲问他正式进入了文法的课程，文法的内容。如果有更好的翻译，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哦。啊，这是切是一个，我这里呢，为什么把它切开了？其实这个一个造句，从这里到一个是造句嘛。但是我想为了你们能够分辨每个名词，然后呃段落切的部分，我就这已经切了。那这样能不能方便让你们读的时候在哪里停顿啊？譬如阳些眼睛起路眼呢？对，做这个认真的部分，嗯嗯，呃，强调哦，就整句这一句是什么？要接下来要讲的，要就是末号或者是所谓啊，所谓真实认知藏文的元音跟补音是就是或者是什么什么，就后面就那个寄送了啊。你们可以讲末号、冒号这两点的样吗？样是元音，c 样 c 就是辅音。所以这里已经讲了是什么是开始要讲元音跟辅音，你们这些都学过了，元音跟辅音，这应该是已经是那个复习了。你们知道元音跟辅音吗？那就这边讲到这个寄书里面，样给巧啊塞不如，切吧。如果是理解上依照理解比较容易理解来讲，你说样给巧啊塞不如。让给乔啊塞不如切吧，就是到它是一个动词嘛，所以他说元音作用明显的这个做这个，也就是分类做元音，这个很清楚的分类元音做元音的分类，我就直接白话文来讲，很清楚的分类呃呃呃元音。部分，那有几个，有4个，就说一、五、二、二、西，这是那个计数里面呢这4个是元音嘛，是不是？所以让给乔塞不如，七八又西，念起来的时候这计数是不是？所以让给乔塞不如，七八又西。让给巧啊塞不如，七八又西，一五哎哦是吗？对，一五哎哦哦，一五哎哦西，三季告诉松竹营，三季告诉松竹营。所以这个技术里面就讲了，样就是元音嘛，样给巧啊，巧啊就是作用，元音的作用啊。塞不
塞不如这个切吧是动作，所以理解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一起来，塞不如切吧，塞不如切吧。在这个寄送去理解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说哦，把元音的作用很清楚地来分辨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四个 e u e o x，这是元音嘛，有四个。那 c g 就是补音，补音有几个呢？30个，所以嘎等30个来补音嘛，那么 c g c g c g 辅音 c g 口萨拉 cell 帕亚的恰中国切塔切 c g c g 哎，有啊 c g c g 啊，你们听出的那个是切吗？c g 就是口音里面就是平常的，呃，怎么说？按照这个音是应该要念 c 七，拍的强口切的 c 七 c 七，但是在口语里面，不会刻意去念 c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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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出了那个切的那个声音，是不是？我们就自然的就。如果你们这个 c 七发音你们很准，就是你们可以 c 七 c 七，但我们就是已经在口语当中呢，就已经念成了 c 七 c 七。那你们知道讲 c 七的时候就讲这个发音的强重切的切啊，按照这个音的发音来发音的强重切的切 c 七 c 七。你看要刻意，你要按照那个音来念 c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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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叫破音吧，这是。嗯因为它就又按照这个是 c 七，好像有一个停顿 c 七 c 七，c 七。啊，c 气啊，c 你念的没错，c 气啊，c 气，c 气，c 气什么住？c 气什么住？好像有那个派的恰种，好像有恰种过气的气的音嘛，好像通常是这个音，对不对？c 气有这个音，对，你就音发出这个。啊，写的时候要写那个字，不要写这个，那错了嘛。谁气？谁气？告诉松句音。所以呢，补音呢就是嘎等30个。这个你们都学过，补音有30个字，那元音有4个。所以这个寄送里面呢就讲解了这辅音跟那个元音。什么叫不要把作用明显的不要连接这样，元音的作用，我就直接给你解释到，元音的作用，清楚地分辨，切吧嘛，切吧也有分辨，元音的作用清楚地分辨就有4个 e u e o x。对，就是明显就是非常清楚的。藏文是 sebo 嘛，sebo 就是清楚。那因为这我有一个这个已经翻过，已经翻这个寄送，我看到已经有一个翻成中文的，他这翻是这样，你们听不懂是不是？
如是拉那个拉那个，这个后续你们会接下来会拉登，这是受格，应该是因为这个切巴是动作嘛，这个动作是跟随呢这个塞波清除的，这个做了这个清除的动作，对不对？塞波切巴就是塞波就是一个形容嘛，做了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塞波，那非常清楚的做了什么呢？这个样给巧啊，把这个辅音的作用。辅音的作用呢，就是很明显、很清楚的，元音，对不起，我明明写元音，我怎么念成辅音？唉，区分不是念出来，要区分，嗯，样给巧啊，塞不如，且把有西，设计，告诉松主音，设计告诉松主音。样给巧啊，塞不如，且把有西，设计告诉松主音，这样寄送可以吗？好，求啊，我的问句求啊，亚尔基，样色拉，长个，卡住，约不着，亚尔基样色拉，长个，卡住，约不着，这个雅尔就是印度嘛，那其实我们这边讲的梵文，因为梵文的这个题是的，是不是？梵文的央 C 就是元音跟辅音，梵文的元音跟辅音，长个，长个就是数字嘛，长个啊，长个是数字，安丈是号码，长个卡字，约把这。所以你们在这里呢，你们就可以停顿的部分，停顿的话就是念的过程当中会很准不然我之前会连接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分嘛，连接卡字是多少嘛？卡字卡字约把这约把这，加尔基样色拉长个卡字约把这这里面有两个，就是拉是拉那个嘛，key 就是属歌文法上面的。贾嘎是印度，那现在是我把它理解，我们要理解成梵文，因为藏文是从梵文里面，梵文的那个50个字母里面呢，取出来的长个是数字长个对长就是数，那你说长个就是数字，长个卡最有，后者你们不念嘎也可以，长卡最有，长卡最有的，加尔基样色了，长卡最有不的，所以这个长个加跟不加是没有差别。通常我们在口语当中都会讲到长个卡最有的，那如果是前面有个固定的名称，那你就不要讲嘎，
比方说这是昌是树，对不对？米昌人数，米昌啊，铁昌就是树的树木哦，铁昌铁昌，嗯嗯，什么啊？那个是铁吧？铁昌，你就前面有个名字的那个东西的后置，任何是个名字，当年就加昌铁昌，嗯，康昌康昌就是房子的数量，康昌，嗯，对吧？米昌就人数，嗯嗯，说唱说唱说唱呢？啊，说唱是叶树啊，说唱说唱卡字说唱卡字嘞，几页啊？第几页啊？说唱卡字嘞，说唱这个唱说唱第几课？不会讲，那个时候不会讲录唱啊，录真卡字，录真卡字没有那个长，那个时候录没有那个长。嗯，有时候呢，那中间会加一个呃属歌才比较容易可以那时候鲁唱阳数嘛，就是阳属羊的话，鹿对不对？鹿鹿是属羊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不会叫手，不会讲鲁唱，就是直接讲鹿给唱歌。那你就这样说比较清楚，鹿给唱歌。鹿羊的数量，鹿给唱歌，鹿给唱歌，羊的数量鹿给唱歌。喜唱，喜唱就不太会说写喜米唱歌，喜米唱歌，喜米唱歌还是有人是吧？所以加一个属歌比较清楚啊。喜唱是在讲什么，就有时候会听不懂。鸟唱鸟唱鸟嘛鸟唱，就是卖的人会数得出啊，可以数啊。在那个海里面的数不清，但是你要卖鱼的人，他一定会数得出。嗯，哦，数不出，这你就是鸟唱嘛，这个是鸟唱，鸟唱可以不中间不会加数歌，可以直接讲鸟唱，鸟唱可在鸟唱，嗯，这个数不起，啊，擦账，数不清的话，这那个盐嘛，盐是擦，这个数不清，嗯，茶账啊，茶账，哎，很难说茶，啊，你说当时考完了的，你刚刚这边嘛，对，连了，甲儿给一样了，甲儿给一样了，居住党，设计，松竹熟悉，约不嘞，甲儿给一样了，居住党，设计，松竹熟悉，松竹熟悉，约不嘞，范文就有
元音有16个，辅音有34个，就是50个。藏文是34个嘛？啊，Tiwa di sham ke tiwa de na. Jagar ke yang. 居住不提，真路看着，日记是呢，日记是呢，加个一样，居住不提，真路看着，日记是呢，那是呢，若说嘛，这个是呢，我把前面加在这边，若说就是若云说梵文的16个元音如何念诵？这是真路，我把那个真路呢，把这里呢，我就把它直接翻成了念诵。真吧，这怎么去？我第一次，我刚开始前面有翻过怎么数，因为有16个嘛，那人家会有16个是有哪些啊？就是中文会说怎么数，怎么数，怎么念诵。真吧，真吧跟长吧是一样吗？叫你讲出来就是说出来的，一个是长，这个是未来语嘛，长吧。那个真就是现在现在的现在式，那后面加一个长啊萨长就是过去式嘛。有真也有拉的意思，前面已经讲过嘛。我们仰望念真吧，从地狱拉过来，从地狱拉起嘛，所以仰望念真吧。未来是，现在是，然后这个加一个后加萨的话，那过去是长，长真长，意思是一样嘛。啊，那其实这边的如果说范围16个元音，那如何数起？那你如何算？中文会说如何算起，或是如何数起。比如说有16个的话，那你16个怎么啊？那怎么念？好，那我们暂时我们就怎么念诵，这个比较顺畅嘛，是吧？啊，顶这前年，顶这前年，常规日，顶这前年，常规日啊，常规日哈，常规日，常规日是漏掉那个属格没有关系，常规日，常规日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漏掉也没有关系。顶这前年，常规日，顶这前年，着过日，叫人家走路嘛，那你就说顶这前年着过日，是吧？顶这前年要这样走，就你要跟别人说要这样做，或者要这样写，顶这前年提过日，顶这前年提过日。前面这两个是到这里是一样嘛？然后教别人是如这样做，这样念，这顶这前年谢过日，要这样说，要这样看怎么说？大过日，对，顶这前年大过着，顶这前年大过日要要这样看呢，大看那个大大，
要这样学，怎么说？对，顶在前呢，落过来，顶在前呢，落过来，落过来，落，要这样喝，痛过来哦，顶在前呢，痛过来，嗯嗯，哦，顶在前呢，洒过来，嗯，还有呢，啊啊，喂，好，怎么说？喂喂，还有吗？顶在前呢，喂，顶在前呢，再过来。哦，这么字的字嘛，这么字是歪，是不是？等这前呢，这过来，等这前呢，这过来，等这前呢，这过来嘛，等这前呢，这过来，等这前呢，这过来。啊，哦，要做那个什么，等这前呢，说过来，啊，等这前呢，说过来，说就是做嘛，那不是吃啊，这个这个说，等这前呢，说过来，啊，嗯，唱怎么说？啊？可以啊，就是顶着钱的连过来啊，顶着钱呢，还有呢，顶着钱呢当过来是吧？当斜当嘛，斜当入林，刚刚你讲入林对不对？嗯，顶着钱呢当过来，顶着钱呢当过来是吧？好，这样就我们这个先到这里吧啊。那印度的那个范文里面的，应该就学过范文的都会知道，这个16个是这几个，16个啊啊，它是下面有一个啊，就是长音跟短音的意思，没有下面啊的，就是藏文里面，它有下面就有个啊，就是比较长音，因为范文里面有长音跟短音2个字，所以，哎，嗯啊啊一一呜呜哩哩哩哩哎哎哦哦啊，这个是范文里面的16个元音，你们知道就可以了。这个前面的都是短音，下面的都是长音。你说这个吗？这个啊哈，在这里吗？哪里？这里吗？啊啊，这个吗？啊，我是在你们那个里面有看到吗？书里面，它加了什么符号？它加了哪个符号？嗯，没有啊，要什么符号？下一行的是他在解说啊。
嗯，是这样的那个句号吗？这个吗？所以最后一个啊后面是不是要加这个？不然它那个啊哈的那个哈的音要怎么对对对，会不会是这样？两个圈圈，诶，这个不然就会长得跟第一个短的啊一模一样啊。哦，我懂你意思了。对。啊，因为你说的没错，那个是这边有这个嘛，两个圈圈，这边有两个圈圈，那那边应该也对对啊，对啊。他说是要这个，哦妈，对，那这个漏掉了，就是这个了，这个漏了这个，嗯，课本没有，课本也漏，因为课本它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是什么，按照课本来讲的，它也要加啊，课本里面它也要加，因为不是说它下面的那个，因为再再来它这下面那个是在解说这个符号是什么，在解说这个符号是什么，所以这个符号在这里也要加嘛，嗯，对对，在啊后面，啊后面要加的，就是这个范文的这两个字，我是记得中间有就是那个圈圈，两个圈圈，就涅盘点的这个部分，跟就是中间没有一横的有差别吗？这个吗？对对对，它后面不是两个圈圈，嗯，那藏文它为什么中间还多一个一？啊，藏文写法不一样啊，不一样。藏文跟那个你看其他的都写法不一样啊。没有抄袭，靠自己的创作。就这个版权。你看这些字的里不一样啊，a 都不一样啊，这个符号藏语要怎么发音呢？啊，这个符号藏语有要怎么发音呢？像我们要念这个，譬如说第二句要念的时候，那这个藏文的符号名字这边就有提到嘛，他就问了，那我们就直接这嗯，样念。藏文的符号这样念，那符号是它的名称什么，就会这边就第二个问到了嘛，嗯，好，反正你们就知道梵文有16个元音，16个元音里面藏文只有四个，知道吗？16个里面取出了4个，嗯，这样就理解吗？啊，我那刚刚这边漏掉了那个符号，大地名，大地名，卡尔西个人，哦，卡尔西个요리탐，卡尔西个요리탐，哎，所以大就是符号嘛，这个符号的名称是什么？叫什么？嗯，这个大，我们这里就是翻成了符号，这里不是音，我们通常是音名的那个音也是大嘛，理由是不是？那个大啊，大养大，正音，正音也是大养大啊。啊，回复的时候，大地名了，大地名了，七扎斯，七扎斯，他懂，明显，有这边，他懂，明显，有这边，大地名了，七扎斯，他懂，明显，有这边，他懂就是还有，他懂是还有，嗯。那气炸死，它这个中文就有，我有看那个字典说，它就是可以翻成涅盘点，涅盘点，这个符号是涅盘点，
七叉，七叉啊，明显是其他名称。除了这个涅槃点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名称吗？是不是问了这一句嘛？明显有的，明显有的，第七，第七，七，十岁月，十岁月，明显有的，第七，七，十岁月，啊，第就是腑脏嘛，第，第所谓的第就是腑脏。那第七就是腑脏的据点嘛，腑脏据点。是谁有这样的说法？是谁有这样的说法？据说这本讲据称腑脏据点。这个应该有时候是在经典的里面会出现这些符号。那个什么，腑脏据点是指那个两个圈圈。对。它的名字叫涅槃点，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腑脏据点。对。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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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我切卡切。对，第七，第七，第七，他总会呢，我们要慢慢的走过去了啊。저와 되네, 자가르기, 세지, 숨주 소시 유바티, 没有约我都有，숨주 소시 보티, 숨주 소시 보티, 숨주 소시, 숨주 소시, 숨주 소시不提，通常不提没有这个不提的话，你直接可以念松珠所西，松珠所西，念很准嘛，松珠所西。现在后面有个不提，所以松珠你要停对，松珠所西不提，松珠所西不提，可以吗？点路看着的。点路看着的，所以这里就只有写了卡，没有写扛，他就是主要是口语的方式写的嘛，就一定要先写扛嘛，扛着是不是？我们就扛着扛着的，书面的话要写扛，那边只写卡，就是口语扛着的，那既然有34个辅音的话，那34个辅音如何念诵呢？顶在前呢，长过把人；顶在前呢，长过把人；顶在前呢，落过把人。好，那30个字母是跟我们学过嘛？30个现在已经很多。不看就可以写嘛，你们都，但是指那个范文里面只中间加了一个这个，嘎卡，嘎卡卡，嘎嘎啊，嘎哈的嘎，发音有点不一样的，嘎卡卡嘎啊。这个嘎就是有点浊音嘛，浊音，嘎
对，个za ca za za ca ca za za，不是za 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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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到 za za za，我听到你们念 ra， za ca ca za nya， 多罗扎多罗扎，就是大嘛，本身是大，对不对？罗就是反过来的，大罗大罗别扎，扎就是声音嘛，对，就是本身是这个我们的大，这个大罗，它是相反嘛，大罗扎大罗扎，这也是相反的，托罗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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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扎扎叉扎叉那扎叉叉扎那，这个念的时候有点重音嘛，浊音，扎叉扎扎那哒他他哒那他哒，有没有发音？有没有区别？哒哈哒哒哒那pa pa pa ba ma， 这5个字是在范文里面有，我们藏文里面用不到，就去除了这5个字。但是念咒语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所以这些都是咒语里面都用得到的。呀ra la wa 这几个有吗？对不对？这样。呀ra la wa， 下下卡卡萨哈哈嘎修罗嘎修罗卡卡，下这个下是这个下倒过来的吗？看到了，我们这里面是没有这个下倒过来的就是嘎修罗嘎修罗卡，对，嘎修罗卡嘎修罗卡嘎修罗卡，这个通常是其实一般是加在这个后面，多罗扎托罗查托罗扎诺罗那西罗卡嘎西罗卡，就有6个。多罗扎托罗查托罗查，多罗扎托罗查塔罗查托罗扎诺罗那修罗卡修罗卡，对不对？嘎修罗卡，对不起，嘎修罗卡，多罗扎直接可以念扎叉叉扎那卡卡卡就是简单的就有这个范文里面呢这几个字，这个吗？下下这个念是一般是下嘛，个沙沙沙沙沙沙沙下沙沙哈，
它那个梵文的念法也是啊，下、沙、沙、萨。这个我们又不是学梵文，我们就大致上了解就可以了。但是藏文是从这个里面就出来的，就知道，知道吗？梵文的，嗯，九啊，是吧？孔色，我这里为什么要用颜色的？因为我这里停顿的话没有办法，它已经太多了，就没办法去拉，所以就给你们用颜色的。孔色，孔色，雅嘎尔给色气，雅嘎尔给色气，苏西，苏西，苏西，囊内，苏西囊内，突不一个，突不一个，卡最约堂，突不一个，卡最约堂。所以这个印度的34个字母里面，这34个辅音中有几个叠字，突不是它翻成了叠字，有几个叠字呢？就有5个叠字。就我们刚刚嘎嘎康这个30个藏文里面的30个字母里面，这些取出来没有念，没有拿出，这些都拿出来了嘛？所以这个是叠字，有叠嘛？两个字叠起来的嘛？啊，叫做突不，突不一个，突不一个，突不一个，我的，我的，突不一个，我的，嘎哈达嘎，嘎哈达嘎，咋哈达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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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哈达达，巴哈达巴，巴哈达巴，嘎，咋，咋，哒，巴，巴，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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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嘎，嘎。这后面有个哈哈的那个音嘛？后面有，这都是后面加一个哈。这几个也是念咒语的时候就用得到。后者是外来语，很多外来语直接音译的时候就用这些语的时候，用这些字母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是外来语，不是我们藏文原有的。啊，图不是厚，是吧？雅尔给设计，熟悉能耐600个，卡最约谈600个，卡最约谈600个，啊600个的，多罗扎，托罗扎，托罗扎，诺罗那，修罗卡，修罗卡，多罗扎，托罗扎，托罗扎，诺罗那，修罗卡，修罗卡，嘎修罗卡。最后那个这里只有5个嘛，我嘎修罗加这个话6个，这些都是反过来的字。这个吗？
梵文那个是下沙，梵文的念的时候是沙下，第一个是下嘛，第二个是沙啊，但是那个夏洛卡，对，这几个是藏文里面从梵文里面的这些字你们会念的时候，那如果看如果不懂梵文，但是你用藏文来念咒语的时候呢，这些用得到，嗯，所以以前的译者很灵活，他把梵文里面的这些咒语原文的字他大部分都是用这些叠音的字跟这个反过来的这些字来用翻，就是意义嘛，就知道这些字不是藏文原有的，是梵文嘛。嗯，好，我们先休息吧。刚刚是。
就有知道有这几个范围里面的内容啊。갸가르기 세지 소신낭네 저의 이기 가즈의乐堂 丑我本身是暖，丑我本身是丑不嘛，丑我就是暖的意思，而也有翻译就看了暖气字，这个很暖气字是，哦对，还有翻了一个透气字，这啊，我就看了字典里面就好像说透气字，这个，先看一下这个怎么说呢？갸르기 세지 소신낭네 저의 이기 가즈의乐堂 레 저의 이기 시디 샤 캬 사哈下，按照范文的话是沙，后面那个是沙，下沙撒哈。那我们藏文念的下，卡下丘罗下丘罗卡嘛，下卡撒哈下卡撒哈。这个其他我我不晓得其他地区怎么念，我不是很清楚啊。有些对，有些把那个下呢，有些地区会念啥哈哈达拉斯，不知道啊，就是有些会念哈，我们会有在仪轨里面有个叫虾叉拉索，虾叉就是肉血，就是五肉那个要供护法的时候，虾叉拉索的这个大家是有这样念什么？那有些会念哈扎拉索，就他的名字也叫做哈扎，就外号，他把虾念成了哈嘛。那就外号起名为哈，哈，就反正是应该不晓得其他地区的念法，我不是很确定。但是这里我们是下、卡、撒、哈啊。갸가르기 세지 소시 낭네 타네 이기 가즈乐堂。这里的前面的都是一样嘛，对不对？你们主要是在这里他念，对啊，缩西就是简写，松就缩西就是缩西，松就松啊就是松啊，缩住、缩短、缩叶、缩骨啊，对，缩记、缩逆、缩30以上念就这个缩嘛。缩记、缩逆、缩松、缩气、缩啊、缩住，这样。他念一个，他念一个，他念一个。那他那一个我在辅字典里面查到，他是说敬畏字，敬畏字，接近敬畏字，我不是很确定他是怎么去理解的。这就是跟一些我们藏人的就有很相似的，这是我猜想的啊，因为这边都有嘛，呀啦啦我藏文里面有嘛，这些是要具备的，需要嘛，我这里是
我这边的两个字，这边有加个他，这边没有前加。课文里面是摩他的呢，还是他的他？这个他的话是最后的字，课文里面是他，他那一个有麻前加嘛？这里漏了啊，所以他那如果是有麻前加的话，那就藏文里面的意思就比较理解简单，是他的就是最后的，因为亚拉拉是在后面嘛，啊，所以他那一个就是最后的。范文里面好像是这也是最后嘛，嗯，他就是最后，嗯，他那一个西的亚拉拉瓦亚拉拉瓦啊，亚拉拉瓦亚拉拉瓦拉这个字你们会发的吧？拉这个字，拉拉。雅嘎基设计说句难呢，他那个一个卡最约他们，哎，这也是啊，他设嘛，对不起，哎，他设个一个卡最约他们，那现在叫嫉妒是他设个一个，即他设个一个即，那是什么呢？藏文的话，嘎西洛卡，嘎西洛卡，嘎西洛卡啊，嗯嗯，嘎西洛卡，嗯，对，下落下，那下的落的，下落下落下落下，嘎下落卡，哈哈哈哈，啥，陪个设计给他吗？陪个设计给他吗？阿天，假哈个样，可个一样，陪个设计给他吗？阿天，假哈个样，可个一样。我们藏文里面的最后的辅音是啊，是不是？哈啊，所以藏文里面的最后的辅音啊它是梵文里面它是哪一个？梵文里面它是元音嘛？藏文里面它是变成了辅音，对不对？梵文里面它是元音，那如果它是元音的话，那梵文里面是哪16个元音里面的哪一个？问的是这个啊。假哈个样，就住给唐不？阿通提音喏，阿通提音喏，就是通就是短嘛，短音通通通哦，阿通提音喏，假哈个样，就住给唐不？阿通提音喏。梵文16个元音里面的第一个短音啊，是藏文的30个辅音里面的最后一个字。陪个样洗不提，假哈个一个，看了对呢，眼巴在他们，眼巴在他们。
贼，某扎达贼，某扎达贼，贼，贼他们，中文里面没有这个音吧？贼，没有这个音啊。贼，这是贼，贼，对，贼，捉贼的贼啊，不，那个是贼，现在是贼，贼什么？z 啊，所以这边讲的是扛了队，扛了队是什么呢？依据什么？依照什么？扛队就是依照嘛，依照什么？依照哪一个？扛了队是依照哪个？依照哪个嘛？扛了队就是依照，扛了就是哪个？依照哪个？捏巴这档，捏巴就是捏巴是有决定或是抉择嘛？这不就是有做的一个敬语嘛？这吧啊，做的意思嘛？有这吧，那我就这边是抉择创制，范文而抉择创制，这个英文中文顺不顺？藏文的4个原因，依照哪个范文而抉择创制？哎，有问题吗？笑起来了。好，那依照范围既然有范围有16个，那16个里面藏文只有4个元音，那就哪一个？加哈尔基加哈尔基一通不通一通不通，对呢？捏巴贼捏巴贼加哈尔基一通不通一通不通，对呢？捏巴贼。这是依照范文的短音4个短音而抉择。通就是短的意思嘛。加尔给设计松猪。虽然我们这边讲了快这个觉得你们很多，但是这些都是前面都用过的词啊，对不对？只是几个里面，加尔设计，加尔设计，松猪熟悉，松猪熟悉，难呢，不给了，不给了，米库啊，卡最约他们，加尔设计。松猪熟悉，难呢，不给了，米克瓦，卡最，约他们。那在这个里面，你们只要是前面这些都知道嘛？加个设计就是范文的辅音，松猪熟悉34，难呢这当中，不给就是藏语，米克瓦就是不需要的。米克瓦就是需要，那前面有个否定，米克瓦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对，米克瓦就是需要的，你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会讲迫切嘛，有切就是那个迫切。就是需要的东西都会讲迫切嘛，必需品，迫切，后置，迫切。那34个
辅音里面，藏文里面需要的有几个？不需要的，梵文里面有34个辅音里面，藏文不需要的有哪几个？벽에라、미고와、벽에라、미고와、lok방아당、lok방아당，5个叠音字嘛。突蹦啊，突蹦啊，啊，其实lok방啊就是繁体。那我这个是繁体是在前面啊，lok방啊就是繁体，5个繁体。突蹦啊，突蹦啊是重叠字啊，叠在一起，这2个中文是反过来。他是即接受，他是即接受，就是叠后字嘛，垫后字，垫后字。是不是卡西洛卡那个他设计？卡西洛卡，这11个梵文的34个字母里面，藏文不需要11个，那就剩下几个呢？啊，34减11，数学23，对不对？23，那藏文有30个字母，还算7个吗？7个，对啊，7，对不对？那7个里面，一个是从那个元音里面拿出来的嘛，啊，对不对？24个，还缺6个，6个是再找出来。벽에라、니와코에、이기、가즈유담。벽에라、니와코에、이기、가즈유담。벽에라、니와코에、이기、가즈유담。在西藏语里面必须使用的字有几个？那我们梵文里面找不到，是不是？梵文34个元音里面，辅音里面我们没有需要6个字，这个发音是没有的。我们这样要自己要创字嘛，要找出来。所以，니와코에 이기、出于题、자、차、차、松堂、샤、사、啊、松介所，这6个字是梵文里面没有的，藏文再加上去的6个音。有个故事，好像是问了那个推摩萨姆长问一个人：“你去哪里？”我去什么响胸？哦，找到一个匣子，这个音有这样，这个6个字怎么找到的？有一个故事，现在我想不起那个全部的整个那个故事。总而言之，这6个字是梵文里面没有的，藏文重新加上去的。所以加上6个呢，那刚好整30个字嘛。所以30个字母是来源，藏文的30个字母的来源现在知道了吧？梵文里面，tua tar、tumi、seji、sumju tamba、jidar、sonan zetam。tar、tumi、seji、sumju tamba、jidar、sonan zetam。tar 是最终嘛，最终。tumi 就是 tumi 三不着，seji 就是辅音，30个辅音，整个30个辅音，tamba 就是整个嘛，整个30个辅音，jidar 如何，对不对？sonan ze 如何创造，soba 就是做嘛，或者造。那如何 nan 就是一个敬语，sonan zetam 就是如何做了，如何创作，如何创作的30个字母怎么
Z 啊，我听出来是 J 不是这样 Z 哦 Z 对对对，因为 Z 那个 Z 的那个 他们这个他们就是郭训忙嘛。回复连罗邦啊，突邦啊，他是借陀呢，陀就是舍的意思，舍弃是不是？舍弃了这6个，5个繁体字，5个叠字，然后一个殿后字，这11个舍弃了，在范文里面的36个里面呢，11个去舍弃。让居住去躺不提，念别托。再加上呢16个元音的第一个躺不加念就是加嘛，加上了16范文16个元音的第一个啊，那就是24个嘛，是不是？舍弃了福音里面舍弃了11个，还剩下23，再加上一个元音的一个24，你可以去除sardo kanun jabdi sardo kanun jabdi निर्को必须的，निर्को是必须，鸟阔必须的字就是必须要的字，有6个。sardo kanun sardo 就是重新，sardo 就是新嘛，sarba 啊，那这个图是拿了一个，所以 sarb 就是 sarba 嘛，sarba 重新加上呢什么呢？kanun 就是加的意思。在上面加看呢，它本身是口嘛，在这个口，在玩的口上面加，反正是看呢在上，看到了看呢也得做了这个动作，加上6了，加了6个字新加了6个，别给设计，숨주담바所能接头，숨주담바所能接头，就创造了30个辅音。好，我们就应该从这里结束了。我们在前面念，跟你们一起再念一次，然后你们可以再好，对，你们就问嘛。落正啊吧，皮衣，样式，文字，起路，我呢，样个桥啊，塞不路。7바 150 세지 가소 숨주인 야가르키 양세라 창가 가즈 예바레 렌 야가르키 양라 주주탕 세지 숨주 소시 예바레 지와 야가르기 양 주주부대 진루 간자
日记是呢，连顶着前年长规矩日啊啊一五日里一对哦啊啊哈啊哈范文念的就是范文念的时候好像会没有那么长，因为它是短音嘛，可就有点短音跟发音是好。我大地名卡的司机有点汤连大地名了，叱咤是他动明显有点背连明显有点第二次节是属于我天天亚嘎基设计送就熟悉不贴进入看着人连顶着前年常规把人嘎我就直接念了嘎卡卡嘎啊咋擦咋咋呀咋擦擦咋呀咋叉叉叉呢啊都一样吗咋叉咋多罗扎陀罗叉陀罗叉da h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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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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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da他不是，对不起，对面是da da da，这里我刚刚念错了，对不起，da h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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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da da，多罗扎陀罗叉陀罗叉da ha da cha那罗那大他他da那pa pa pa ba ma ya ra la wa 我空色加哈基设计熟悉能力突破一个卡最乐堂连突破一个我的嘎哈达嘎扎哈达扎扎哈达扎达哈达达巴哈达巴我加哈基设计熟悉能力六百一个卡最乐堂连六百一个我的多罗扎陀罗叉陀罗叉那罗那那罗那小罗卡小罗卡
修罗卡啊，多罗努罗修罗卡，修罗卡是不是？这个很久没有念，自己也会问起来。多罗努罗那修罗卡，修罗卡修罗卡。修罗卡，好，修罗卡吧，你先念。多罗扎，陀罗扎，努罗那，修罗卡，求啊，加尔给设计，所西囊呢，除非一个，卡最约他们，除非一个，西的，下，卡，萨，哈，下，卡，萨，哈，求啊，加尔给设计。所西囊呢，他那一个卡最约他们，连他那一个西的呀啦啦哇，哎，我这边的我写两个不同的，这个应该是写这个哇，下面那个，现在才发现，写的不一样。刚刚之前教你们都没说，有发现你又不敢说吗？还是是吗？这个要改，这个计划，求啊，加尔个设计，所西囊呢，他是一个卡最约他们，连他是一个积的。求啊，他个设计个，他嘛，阿提，加尔个样，可个一nam，连加尔个样，就出个汤不，阿通，提一喏，求啊，他个样是不提。加尔一个，康了对呢，我把这他们，连加尔个一通，五通，一通，五通，对呢，我把这，就话加尔设计，什么就说起，囊呢？推给了美国啊，卡最约他们，连推给了美国啊，六邦啊当，突邦啊，他是接受，就话推给了年华会一个卡最约他们，连年华会一个出约的。加恰恰松汤，下沙松接受，就啊，他儿推米设计松就汤吧，其他的说哪儿在汤，连六邦啊，突邦啊，他是接托呢，让居住去。汤不提，南北托，你可以一个出啥都看呢，yap的，别个设计，送出汤吧，所能这多好，接下来你们来问。好，
啊，直接念上去就这个。培育养生我真切辣为你不是起辣啊，你这个小就漏了。啊，切入哦，切不是入起辣，是起路。切入嗯，切入为你让其茶蛙虽波如，且把一物业恶习，些切尬受松酒饮。哦，还没有问呢，你没有问句。好，去，我要继续念哦。啊，问你去。去我家家家去让虽拿长假卡翠约巴瑞。咱家家己养啦，酒煮汤，洗切孙酒熟悉约把嘞。嗯，你问。然后像我家家己养酒煮煲提蒸卤康炸热接生啊。第扎前内长国记嘞，哦，等着请你唱歌可是。啊啊意意呜意意丽丽哦哦昂啊哈。哦妈，得提引民，卡这设计约谈。嗯，大敌营民啦称扎谁七炸。七扎谁他东明贤永瑞北。对，对啊，我问你答。我答吗？对对，你答完了。跌气。水水鱼，对，对，水水鱼。你要问吗？你要问呢？啊，锦路，锦路，对，看着谁？咱伫这前内长个巴瑞，嘎嗯，卡嘎牙炸叉杂娘炸叉茶拿啥呢？大塔塔达打拿拿。爸怕爸妈嗯，这个主要是爬爬把爸妈。妈嗯呀啦啦哇嗯，呀啦啦哇。起哦，后面还有是不是？虾哦，对对对。虾沙撒哈卡对。对，问。起我空zel家家己设切熟悉人呢徒步一个卡车约谈突破一支亚地，是我家家己设计哎，这个没有念呢。对，家杂
扎达巴，嗯，加是我家家己说起所西人呢，老爸以及较脆约谈。连六贝以及亚地查查查拿强。家是我家家己设计所是人呢，做我以及卡切约谈。嗯，做我一个实体写卡萨哈，嗯，是我家家己三十男人，他们一个卡脆约谈。约谈。咧，汤内应该写的亚拉阿哇，哇，对，是我家家己设计场，熟悉都是能力呢，他说他设기이기一个卡卡切脆约谈。约谈。连他说伊个质地甲小罗卡，对，是我推己设计己他妈阿提，家家己养卡己男。来，你来回我。哎，连家家去养走出去同胞啊，动物提引喏，通屋，动物通屋提引动喏。物提引喏，对，是我陪去养是保提家家一个扛啦，退呢，对呢，对呢，夜班热谈。对，这谈。家家己一吞乌，五吞乌，二吞乌，二吞乌，到内眼把这，是我，是我家设计孙子所是人呢，陪给了米科瓦加脆有糖。培格拉米国瓦罗巴亚汤通波亚塔设计结束。培格拉涅瓦口味一个卡脆约汤。我口味以及厨约体，加茶顺汤，下沙顺接受。是我汤。是我他推米设切顺酒汤巴一打所南蔗糖。啊，所能这谈。所南蔗糖。连罗巴亚、通波亚、汤水记、借岛内养猪渣、就住，猪记糖波地
南北南北通年亏年科以以及出主萨多萨杜卡卡内内吉的吉的普培吉设设计计松松珠珠汤巴汤巴塞内所能手南这头斗好，好，下面，来这个没有这个技术，这最后那个比较长，念一下，一个人一个人念。他设计，他设计，居住区，唐不提，南北托，南北托，年亏一个，出，萨多。看呢，夹的，培吉，设计，松珠汤巴，所能，这头。好，一起念啊！这个最后那个比较长，大致上整个前面的字都在这里面嘛。落棒啊，落棒啊，突棒啊。突蹦啊，他是积，他是积极，tor内，让居住，让居住，让居住去，唐不提，唐不提，南北托，南北托，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出，萨多，萨多，看呢，看呢，夹的，看呢夹的，培吉设计，培吉设计，松珠汤巴，松珠汤巴，所能这头，所能这头，好，那我们就修心八颂。到这里30个字母跟4个元音怎么来的，就这里就交代了嘛。老中这个嘛，是吧？老中这个老中这个也没修说是。大你心界탐界啦，一心脑部来啦呗，天教主别382，大度戒把金把修。看到苏当筹备车，当你归来面大心，先拉382，超度戒把金把修。这人归度人去啦，到今原木给嘛他，大仙莫容切白拿，真的多年多把修。人心眼白心间里。地度差不能通车，人间的当拆把心，你把各位精精修，打了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2把汤，这个先了不我修，看了大给偏大边。热瓦切瓦康熙去，新都米里热起那，新年汤巴的到啊修，到南外当举把一，偏的马那滚了不，马也热当东野滚，上位打了2把修，这大滚家去给去，
独别体面马把心，学根就马来西北了，西面青蛙吹，西面青蛙来吹箫。OK，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下周见。大家晚安。자, 나머지 심장난고